看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7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今日3月7日开工的日子，拄着强烈大陆冷气团入南，今日北部温度下降，沿海较宽的所在低温无到8度，若其他的所在下暗卖反寒。水利署要配合北部这波雨，昨已经伫石门水库甲宝二水库实施人工雨，希望加欠一寡水。看到北部落雨，16暗8点10分，水利署伫咧石门水库甲宝利水库实施人工增雨的作业，希望集水区会当加落一寡雨，维持供水的稳定。初六开工第一天，强烈大陆冷气团落来，北部的温度降真侪，其他的地区日暗了天气也转冷。那礼拜4到礼拜5的清晨将是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尤其礼拜5清晨，再配合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我们不排除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有可能会有10度至12度左右的气温，空旷地方有可能会再低个1到2度左右，而南部地区跟台东地区低温也大概在13度到16度。气象局讲，这边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影响到拜五透早。拜五日时了，冷气团慢慢减弱，温度会回升真明显，包括中南部加北部温度拢会回升到20度以上。不过要注意早晚温差会较大。伫水汽方面，17水汽较侪，北部东半部是10个冷，17过了就变大冷。在礼拜3，也就是冷气团南下的过程当中，也会水汽也会稍微多一些，在北部东半部都还是会有些短暂雨，甚至在礼拜3的凌晨，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到礼拜4、礼拜5逐渐转成干冷的形态，除了东半部有些局部短暂雨之外，西半部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气象局有告北台湾温度上低时间会伫咧拜五透早，不过水汽甲温度配合条件无够，所以悬山落雪机会无悬。照资料分析，这边强烈大陆冷气团变做寒流的机会无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7日开工爱上班啦，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入南，天气反寒。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东北季风增强，正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侪云有地渐雨。伫下半部开始，大冷的空气会降低，所以雨就较少。温度方面，今日北台湾落雨较明显，日时高温只剩17度到18度，若暗时敢若13度左右。这波冷气团上寒时间点是明仔暗到拜五的透早。另外，目前伫菲律宾的东边有一个热带性的扰动，有机会发展做今年头一个风台。不过目前看起来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来关心欧美的天气，美国连续受暴风雪影响，德州超过400万户停电。北卡罗来纳州是拄着光雷风，上无造成3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另外，伫欧洲希腊的首都是出现罕见的落大雪。来看综合报道。伫德州有超过400万户家庭甲公司无电通经，官员要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60台发电机，优先供电予医疗院所。官方已经为这些位民众提供35个庇护所。We lost power yesterday morning, and the house started getting real cold, like around 2 o'clock, and then we got all the blankets out. We tried to all sleep together to keep us warm, come to the cars to keep our phones charged, and then today when we got up, there was no water. 自明年暑达到德州的电力网络，因为电力需求增加，再加上极端天气低温造成发电机组无法度跑。官员讲，问题是出伫咧发电，唔是配电。已经甲联邦机构、其他各州等几个单位联络，优先解决供电的问题。CNN 报道，这场威力正强的冬季风暴，16探过美国东北部，影响范围一直到新英格兰。北卡罗来纳州布伦瑞克郡出现连根风，造成死伤。至少50栋厝被损害，路树、电火条啊损害，造成几千户无电通经。官方希望民众莫阁去受灾区。But at that time, the storm was already on ground, causing damage. We've been talking with our partners at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and they were very surprised how rapidly the storm intensified. 欧洲也有寒流，希腊首都雅典出现12年来罕见的大雪，以前雪拢是落伫咧山区。另外，规个希腊大陆加东海岸外口的一寡雪列岛，也因为大风停电。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大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
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昂山素季和军方软禁扣押，将透过视讯出庭，各项指控新的罪名，讲伊违反天然灾害管理法。军方发动政变了后，嘛头摆举办记者会，讲政变的目标是要举办选举，要甲政权顺利交接予选赢的政党。来看《中国时报》，奈及利亚前财政部长伊维拉正式担任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秘书长，结束 WTO 半冬来无人带头的状况。伊维拉表示，就任了后，伊上要紧的是要让 WTO 的成员国做伙面对疫情对全世界经济影响。来看《苹果日报》。台股伫今旧年开红盘，分析师表示，对鸟车年封关了后这11天，全世界股市普遍拢是起悬的，加上过去15天，旧历过年了后拢是开红盘较济，所以今年嘛同款，开盘了后要一头向16000点这个目标冲去。来关心国内，咱昨昏无增加新的病例，已经是连续4天无人确诊，有影是新增上好的礼物。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 AZ 的预防射紧急的使用权，咱台湾有先分配到20多万吨，当时会送到位。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即马正在填报表，在填资料。我们在这连续4天都本土跟境外移入的案例都没有。那很久没有这么长了哈。正月初5指挥中心又传出零确诊好消息，最近一摆记录是去年8月23到28连续6天零确诊，相当是13天。但是中希望应继续维持，特别是本土案例。报道根据事件目标采检3413人，确诊全部阴性。最后等2回血清检验结果出来 ，WHO 15批准 AZ 牛津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COVID-19 疫苗全球处理机制 COVAX 也启动首批配送台湾就分配10多万剂，进度如何？大家都真关心。还没有给我们说确切的一个疫苗的数目但是已经有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是这部分我们要循由什么样子的程序，完成什么样子的文件，然后那边就可以配送疫苗出来给我们。他们有一些要求资料要在填报的了那我们现在正在填报中。目前全球做疫苗进度以色列上紧，超过4成人口已经做不过对做的成效。但市场表示，虽然以色列案例数出现下降，不过同款做疫苗速度也真紧的阿拉伯大公国所无伤过大进展，伊认为这需要时间观察。南韩计划下礼拜开始做 AZ 疫苗，拜读65岁以上老大人，台湾是不是要对咧做咧？因为现在我们并没有就说马上要打了所以我们大概还是会根据要打的时候，那个时候。那相关的一些科学性的资料跟各国的报告来予以参考，然后再由专家做出一个整体的建议。新冠疫情滚价，大家唔敢出国。疫苗若是开始做，病毒传播速度有希望等好。明年春节假期是不是出国旅游？但是中回答真保守。明年的春节我相信可以很期待了。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上班日啦，也唔过学生囡仔也未开学。高中以下延到2月2日后礼拜1才开学。目前全国的学校拢在做大消毒，亲像台北市队长开始消毒，所以这段时间校园暂时无对外开放。清洁人员伫校园的公共区域、顶下卡、篮球场、甲便所每一个所在，拢详细喷消毒剂。消毒车也出动伫校园周围人行道做环境消毒。进前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台高中及以下学校延到20日开学，加强防疫措施甲环境卫生。特别是环保局为16开始，就展开公司立291间学校的消毒，按算伫21进前完成。春节期间的话，也是有开放给一般附近的民众来运动，而且是24小时的。从今天开始就进行消毒。消毒的范围除了我们校门口的一个家长接送区之外，以及我们的整个一个民众使用的一些动线空间，还有一些像一些设施游玩的设施，厕所的部分，我们都会扩大来进行消毒。环保局也提醒民众，学校配合消毒，第17假期期间校园暂停对外开放。教育部
跟环保署，还有相对地方跟指挥在学校里面做相关的一个消毒的工作。环保署表示，春节连假期间，甲各地方防疫消毒大队合作，已经消毒557间学校，开学进程会完全消毒全国4300多间学校。各校也做教学内部的清洁工作。大专院校部分由教育部督导，也伫开学进程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还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例，死亡人数有242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15无新增加病例，目前计共937例。中国嘅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日本超过4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8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992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00万例，法国已经超过354万例。镜头来中国各地陆续传出本土病例，为了防止过年大规模人口刷叮当，增加疫情摊开的风险，中国提出侪严格的措施，也提出优惠的政策。无回乡去过年的就好康通领。老长40天的春节运输期间，一年是30亿人次来刷叮当，那今年中国差不多是17亿人次。中国春运第一天。北京火车站要坐车返乡的人无多，顶多是新冠病毒采检站排甲路长。也特别凄凉，对，特别凄凉。就是往年也已经自己在北京好几年了，头一次遇到这种车站，基本没有人。中国的春运，互人叫做是代表上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往年卡不着拢是30亿人次的数量。今年春运是1月28到3月初8，当局规定春节返乡的人要伫出发前7天，家己开钱做病毒检测，到所在了，搁再进行14天的居家健康检测。这段期间袂当参加任何甲人做伙活动，而且7天就要采检一遍。那就是反正隔离14天，做核酸做2次，再回来自家隔离都7天。如果用别的地方的，都是自己到乡里那个做了核酸就行了。政策一出来了，社群媒体虽有人讲，一寡检测甲隔离的规定，对真侪伫咧大城市趁一寡无薪水的农民工来讲，成本悬、负担重。为了要预防可能发生民怨，各地政府拢推出优惠措施，吸引农民工直接在地过年，卖返乡。像深圳，留伫咧当地农民工会当摕到1000人民币奖励。2号市分予老手的农民工500块人民币消费券，有一寡城市动作更加大，讲要予在地过年的农民工享受更加好的教育甲医疗等社会福利。因为防疫提倡在地过年，线定买年会、快递礼品送祝福，这群真红。线定春节采买平台才开始10天，就创3441亿人民币业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甲3线城市之间的跨省送货量就成长6成。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另外，空气深受流通，虽然用太空泡泡会当减少感染风险，然而无证据证明这种方式会当有效防疫，也是建议民众就算是用这种方式维持社交距离，也是要挂水烟，降低感染风险。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镜头来印度马德亚省16发生一场交通意外，一台巴士失控驶入去运河，造成上无40个乘客死亡。这场交通意外是发生伫印度当地时间16早起7点外，一台巴士伫半中途向失控驶入去运河，车祸了后，当地警方是赶紧救人，目前已经知影造成40个乘客死亡。印度总理莫迪有表示哀悼，那车祸的原因也在调查。美国的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星链计划伫台湾时间昨中昼进行第19遍的发射任務，送60粒小型的衛星去軌道。今日下晡1點59分，還有一抓，嘛要送60粒小型的衛星去哩。5, 4, 3, 2, 1, 0. Ignition and lift off.
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地时间15暗时10点59分，也就是台湾时间16中到11点59分，星际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载运火箭，甲用伫星链计划60粒小型的卫星，送上离地球表面大约550公里的低轨道上。即阵在轨道上的卫星总数是1081粒。下一撮任务会在台湾时间17下晡1点55分，相款由猎鹰9号火箭甲另外60粒小卫星送上太空。上来几年，业者拍算以平均2礼拜升空一摆，每一摆发射60粒卫星，希望能在2027年年底进前达到12000粒的卫星。这个星链计划是经由周边的卫星群组，加网际网络的信号传输刷到太空。伊甲传统的卫星通讯做法是真无共款。In the Starlink system, the signal is sent from th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to one Starlink satellite, which then sends the signal to one of the 4 other satellites it's connected to. The signal is passed along the network at the speed of light until it reaches the optimum satellite for sending the signal down to the receiver. This process reduces latency or lag significantly over long distances. 这12000粒的卫星会分别在离地球的表面340公里到1100多公里无同的轨道上的目标，这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核准的数量。不过，业者希望会使追加3万粒的卫星。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相信咱做伙来看世界。缅甸的军方发动政变，扣押翁山苏基。翁山苏基各方指控第2项罪名，爱无限期封扣押。美国跟英国即马拢谴责缅甸的军政府，要求因赶紧放人。欧洲的媒体指控讲，世界卫生组织新向冠状病毒的调查小组，这专家内底上报有3个人甲中国官方有牵连，所以即马调查的公平性受质疑。来关心美国前总统 Trump 进前防弹劾，尾也是无罪，但个即马更有议员指控 Trump 违法煽动国会暴动。今头等下过来关心苗栗造桥计划要设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乡民是烦恼讲会污染附近的水源甲土地，而且惊业者伫过年过就要来施工，昨昏袂真话也未施工，就先出来陈情，要求苗栗县政府撤销业者的试营运。滚出苗栗县！滚出苗栗县！虽然也伫个年岁假期，苗栗造桥的乡民也是站出来，坚持要求这个事件废弃物掩埋场袂用立场来施作。中华区内面这田沟拢食咱这大潭这水嘛，啊，你即马这台了隔壁尔，那水若过，啊，遐田就拢去啊。我们苗栗县造桥乡哦，这么淳朴的乡镇，大家都要欺负我们造桥乡呢。900位的民众甲当地村长在掩埋场头前大声发抗议。虽然在过年连续假期期间，业者讲袂入去，不过当地民众烦恼年后业者大动作来施作，民众坚持要求掩埋场爱退出这个造桥乡。台湾的土地已经太少，不容被这些政客财团来挥霍掉。县政府应该要站出来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初区域计划能够改变。当地民众表示，这座掩埋场唔那挖水源地周边也有内人口真多的庄仔头，确实爱处理代谢全台湾8000多栋的事件废弃物，水源甲土地拢会造成污染。自救会更加质疑，官府在短时间内就通过业者的试营运申请，民众实在是无法度来接受。如果要件符合，我们没办法说我们还是不准他，这个我们是有我们困难，因为行政机关就是要行政中立啊。苗栗县环保局表示，业者对2002年就提到许可，虽然一度被驳回，不过后来申请资料保证，所以讲依法核准。不过民众坚持审批过程也是有争议，坚持要撤回业者的试营运计划。记者自综合报道。南投中寮的石龙宫，因为信众过年新正去求财，会炸泡面，把泡面留伫庙里，互其他信众食，这嘛成做一款特殊的文化。啊，若伫春节期间，逐工拢有5、6千人厝来行打，逐工是食掉300箱泡面。不过过年大家拢知无收本数，所以本数是定规堆，阁有无食了的泡面，即嘛拢真好处理。小小庙埕人潮满满，未少拢是要来参拜。求土地公伫新的一年会使保庇一切顺利，了嘛拢会伫遮食一碗烧滚滚的泡面。这是听人家讲的，今年第一次啦，感觉不错啊。这是南投中寮的石龙宫，大人囡仔拢摕着一碗泡面，大喙食了真欢喜。不过这尔济泡面碗，所以边仔堆做几啊担，
包括嘛堆做敢若粪扫山，边仔粪扫他们堆甲整个满出来，虽然几工紧的整理，还是无才来应付这样大的粪扫量。有很多人啊，很挤啊！哎呀，要吃一碗泡面不简单哎。上团早年信众来到这求财，都会带着泡面。时间一久，信众若是来这参拜，都会将泡面留着，予其他的信众来享用。不过年假期间，大家拢去5-6千人次，一天估计会使食到300箱的泡面。虽然是当地真特殊的文化，却嘛带来不小的冲击。咱遮无管理员，落来新车拢学袂当，按早时来早4分，咱遮无人啊吼，无法度。啊，不过咱来二时啊来，顺路处理啊嘛。有啊，阮二时来拢处理啊5-6个咧。庙方表示，因为这是24点钟拢开放，春节期间嘛无必收粪扫，才发生安尼状况。年假了后，而且真计对来加强整理，嘛要请信众来到这，来珍惜手中的每一碗泡面。记者南投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真出名的百货公司，即马防指控讲，因的员工亲像是利用百货公司买3000送300这个活动，偷用人客发票嵌伫3个人头的会员的卡内面来趁礼券，用礼券来买物件，再搁退回来换现金。检方讲，因会先去做了解。初五一透早，百货公司拄啊开门，就有人客上门，但高雄这间百货公司却传出，去年周年庆举办满3000送300期间，有楼管人员依序偷入去电脑系统，收集人客消费无满3000的发票，发票金额加起来有600几万，用安尼来换几啊10万高额现金抵用券。自己点数也没有那么多，其实真的也不会注意啦。就如果有活动的话，你才会去刷，然后核对自己点数，因为感觉这其实只是额外给你的。民众感觉离谱，但高额抵用券算是送的，袂特别计较。根据媒体报道，即马楼管换到抵用券了后，才去买商品，然后才退回这现金。律师分析，安尼行为已经违法。如果说他是使用了这个主管的密码来登录电脑的话，首先他已经触犯了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罪里面的使用他的密码来登录电脑的这个罪嫌。因为这个样子呢而取得了财物的话，那么还会触犯刑法359条之3的这个诈欺对电脑的诈欺罪嫌。目前这个案子是只有看到杂志的报道，那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了解，如果有犯罪嫌疑，我们会主动签分侦办。百货公司目前还未回应，虽然百货公司嘛是受害者，但内部员工若真正利用系统偷取消费资料，是毋是相关的资安有问题？真相是安怎？应该斟酌调查，避免损害消费者权益。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上新的消息来看，真正是好彩头。台北股市今年今仔日一开盘就开红盘，一开盘起395点，目前已经冲破16000点。台积电嘛起34块，目前是来到660块，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接下来来关心台北捷运公司有一个德升的体验馆，去年中设备换新了后，即马电开放，卖使予学生囡仔做一天的捷运司机，体验驶捷运的趣味。另外，嘛有体验对高演的美工找出路，刺激佮新鲜。一世界拢是高的演，啥物拢看无，敢若听会到有人咧记。这是咧模拟拄着火烧的时阵，爱安怎自救？来体验的囡仔遵照学着的指示，向紧急出口的灯光行去，总算是找到出口，也会当顺利逃生，透一口气。超级无敌霹雳宇宙好玩，而且超刺激的。不好玩？怎么说？老烟太多了。烟太多会不会怕？会。面对伫演内底逃生，有的人感觉刺激，嘛有人无介意伫未知的环境内底。不过坐捷运的时阵，有可能拄到紧急状况，不是干那一种。若是受困伫咧车厢内底，是要安怎咧？上之后呢，这个门两面都可以开。列车停伫咧半路，旅客敢会当为上头前的车厢离开。开一个门了后，还佫有最后一关，就是爱为驾驶座的车头行出来。大家沿铁基路逃生来到台北捷运的逃生体验馆，就是要实际体验拄着紧急状况的时阵，要安怎伫捷运内底逃生。还佫有平常时啊袂当学白痴的，亲像紧急对讲机、紧急停车、甲紧急开门等等的开关，拢会当伫遮算好到开。为着要让民众有更较丰富的体验，去年年中更新设备，年底搁再开放，增加侪设施。毋但资讯处照实际呈现，搁会当做司机伫模拟的车厢内底操控捷运，体验做捷运驾驶的趣味。这嘛是逃生体验馆内底上受到欢迎的项目之一。可以自己控制速度，
然后可以假装在开捷运的样子。以后长大想开捷运，就知道怎么可以开捷运。林北捷运嘛爱学防灾知识，大型的萤幕配无机的灭火器，互民众体验正确操作灭火器，更较会当亲身感受到火灾的现场有偌紧急。我们从97年开放到现在，累计是30多万人次啊。那欢迎大家可以安排2天1夜的小旅行，来我们这边捷运车，来我们这边玩一趟，睡一晚。为活动游戏到实际体验，台北捷运公司规划多星体验营，让民众为游乐当中学习，感受到捷运人员的辛苦，了解到捷运系统的防灾，也阁有安全多星的知识。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去屏东东港的花桥市场渔会中心，资本便所是无通风、暗暗淡淡个歹味。为着要改善形象，渔会是开500万起薪的员工便所。即马员工啊，卖输5000级的饭店的便所大受恶路。东港花桥市场的便所过去是无啥物人敢来用，早期因为通风无好。环境失当，为着要改善地方的员工，渔会将便所大翻新。花桥市场哦，尤其是我们的厕所有分东侧和西侧了啊。过去的那个厕所都是阴暗潮湿啊，空气不流通，所以说常常造成异臭的味道啊。所以说今年呢，有一些这个游客的反应啊，尤其是我们在花桥市场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市场，所以说要让外地的人来这边买东西、采买东西，一定要让它有一个舒适的。这个如厕的空间，那所以说我们今年呢花了将近500万的一个设计建造，这样呢已经焕然一新。改建了的公用便所，唔但环境舒适，嘛用无做风格加上地步的做景，提升空间甲数量，嘛互公用便所大大升级。新的里面比较不会有味道，比较干净，也比较整洁。旧的话就真的。差很多了，环境比较脏乱，新的感觉让人家蛮舒服。让游客呢来这边买东西，吃东西呢，上厕所的时候，一个是享受5星级的饭店的那样的厕所。渔会总干事表示，改善整体设备，嘛对要来接观光的人有更较侪吸引力，欢迎乡亲有机会来到市场买渔会买食物，嘛会当感受海岸边的新体验。记者综合报道。拍蜡是原住民传统的文化，因为有这项文化，所以原住民会使登记，会当合法有请。2当爱换一遍持有的执照，最近搁到换照的时间，有部落的村长甲派出所赶紧透过广播放送，提醒族人爱会记得去换。一群人围做一连唱传统的原住民歌谣，这是因出去拍蜡进前的传统仪式。拍蜡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维持生活主要的活动，有真侪不同的工具，上较主要的其实就是交枪。枪支对我们原住民来讲说，真的是从早期荷兰人到日本时代统治之下最开始有猎枪这个文化了。所以猎枪对我们当地的原住民，不管是我们布农族还有所有九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款传统文化，所以原住民有交枪是合法的，不过要申请登记，2年换照一遍。换证已经开始了，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原住民同胞尽速到派出所来提出换证。原住民自制的猎枪，每2年都要换发1次。虽然有交枪是合法的，但是若无登记是会去互罚钱的。所以，交枪登记率上介悬的南投县信义乡仁和村，赶紧咧提醒族人来派出所换照申请。我们必须要注意安全的使用枪支，随时假设枪内已有子弹，除射击之外，手指绝对勿击扳机，酒后绝对不能拿枪。法律规范用合认证，让原住民保留因的传统日常。原住民摕交枪出去拍蜡，嘛有家己的道德规范，和硬冰冰的法律嘛有生活的气味。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向上头，咱来去台南cent化区的动物之家，即马甲外口的墙定修漆，变做高水款，要啥人来行打，要增加动物互认养的机会。这是台南cent化的动物之家，专门收留一寡流浪、互人放晒的动物。但徛伫外口的墙看到五花杂色，
人甲动物斗阵佚佗陪伴的图，实在是可爱佮甘心。我们这一次就是一改原本的白色的印象，就使用了比较缤纷的色彩与彩绘。我们是采用了绘本的形式。台南市目前有2大动物之家，分别设伫善化和南区。因为即卖政策规定讲禁止甲动物安乐死，动物之家就转型成做是领养的基地，安搭管理这些流浪动物。也办理一寡领养的工作。围墙的部分的话，是有一辆那个小火车，那并且有写着善化动物之家的招牌。那车上呢，不只载着民众，那也有载着一些可爱的小猫啊、小狗啊，他们可以一起进来我们这个园区。那象征说，我们善化动物之家除了是可以收容流浪犬猫的地方以外，也可以让民众能够来这边与小动物们一起同乐。动物之家即马有缘有收留一寡流浪动物，因甲园区的设施修理好势，佮甲墙仔利用油漆，就是毋望民众愿意入来行打，凡是这动物就有机会找到好主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卖寮有一个艺术家，名叫做林清浩，伫国考毕业了后，就去学刻茶，后来改道去做工。因为介意创作，所以利用下班时间继续咧刻。刻茶箍刻到大，即马搁咧刻石头，嘛行出家己的风格。也刻到故事，一道一道耐心创作，这是云林卖寮的艺术家林清浩。细汉开始学雕刻，后来改道食头路，要是对木雕真有热情，伊就去捡海边溪仔内底水流茶来创作。趁下班等到厝里，自行木雕电桥路。很小就去学那个雕刻了。因为我们乡下那个以前经济都很不好，所以我国小毕业就去学雕刻了。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休息一下，就开始每天晚上都刻。刻茶箍刻无50档，林清浩挑战自己去请教老师学习刻石头，刻出来思路上表情就亲像真人咧微微啊笑，衫裙帽看起来敢若会顺风叮当。我是觉得石雕比较有挑战性，而且它那个都不会腐坏掉。刻台位柯老师我有去请教他要怎么用什么工具，都是刻仕女比较多的，因为仕女她的那个体态啊，或者是她的表情啊，都很含蓄啦什么。林清浩的创作结合茶箍甲石头雕刻，行出属于家己的艺术风格。伊也大方甲朋友雕刻的方法，当作发展兴趣，带动当地艺术风气。记者综合报道。那云林虎尾国中随望布袋戏社团才打成立1冬外，严格学生囡仔是真认真、真认真咧学。咧学布袋戏这项技艺，对人红啊，还佫有念口白到文场武场的演出，拢是真拍拼伫练习。咱做伙来看因的表演。看这学生一人摕一身布袋戏红仔，人甲真熟手。台词嘛是学生家己来念，就连文武场嘛拢是学生家己伫现场演奏。这就是云林县虎尾国中的布袋戏社。进了布袋戏社啊，就开始练那个台语，然后可以就是念得比较流利，默契，然后节奏要算好，然后要多练习才可以发挥就是比较好的水准。伫咧布袋戏的重点发展县市云林。虎尾国中成立布袋戏社，虽然敢若1冬外，不过学生囡仔是拢真认真咧磨练，每一场演出拢真用心咧准备。音乐都是配合布袋戏的身段，所以不只会了之后，还要知道说它运用在哪，要非常非常花时间，然后让他们耳熟能详这样子。布袋戏社对这个囡仔来讲，那是互因传承台湾的本土语言甲传统文化，嘛是互因成长甲学习团队合作的重要机会。要拉出正确的音准很困难，然后还要搭配锣鼓的节奏，这些都是要养成默契，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包括本土语言，包括本土的文化，那甚至他们会更具有自信，有非常大的帮助。虎尾国中的布袋戏社，伫咧今年1月7日云林布袋戏日，阁有通上台演出。若是互大家对这项传统技艺印象少年化，这个囡仔受到县长甲侪民众的肯定，嘛变甲更较有自信。记者综合报道。
啊，那有一句俗语是讲食肉食三层，看戏就要看烂摊。意思是讲上好食肉是三层啊肉，啊那上好看戏就是烂摊戏。伫咱台湾即马敢若剩一团只夹的北管剧团在办烂摊戏，伊嘛是国家级有形的文化资产。咱来看因的故事。伫台顶闹热的路高社中，小段穿着戏服，以大红绣球引领新人进场。这款的传统婚礼伫现代是真少看到。因是来自宜兰罗东的汉阳北管剧团，1988年成立到今，即马是全台唯一的职业北管剧团。拄着重要年节，因游玩受邀到庙口表演中心做演出，被看作是北管剧团最后行会。这天是农历12月16做尾期，宜兰母爷福德庙特别请来剧团做周成演出，演员保养家己化妆抹粉，准备登台。资深艺术李美娘28岁开始进入北管剧团，今嘛40年啊。伊讲做这道上辛苦的都是拄着风台落雨，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又不得不演，他那个整个掀掉，你知道吗？那个铁片就一扯，那时候我刚好是藏在那个头盔的箱子里面，然后他的媳妇。就被这个一削，缝13针，险险把头都削掉。剧团师仔侪严格，师仔日团爱经过4年的磨练，一直到第4年毕业考审核通过，才会当登台演出。我学戏大概快20年，可是我成为演员大概只有还不到10年的时间。北管最难的其实是在他的唱腔跟口白，唱腔他的音乐跟其他的剧种完全不一样。大将生来不可当，大将生来不可当，他要讲官话。伫演北管也演歌仔，是北管剧团秉持的传统。也毋过北管戏剧挡袂过时代考验，也出现传承规矩。最风华的时候，1年365天能把几工在做戏。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光景了。今晚我就今天等他宝贝啊，老前辈也一一的凋零不在。这个团假如他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的话，整个台湾的北管戏剧呢就会走入历史。民俗学者林茂贤指出，北管的大锣大鼓在现代社会中被看作是噪音扰民。汉阳北管剧团已经封定落是国家级无形文化资产。对剧团来讲，演出不是为了赚钱，每一场无惊风雨演出都是为了文化传承甲实践。记者综合报道。伫民国60年代，咱国内的大报社总部拢设伫台北的艋舺较济。迄阵画版的印刷嘛真兴，有一个老师做印刷退休了后，即马甲老印刷机即个老古董送予当地册店，希望少年辈知影这项产业。使用超过30年的M版印刷机启动，老师傅熟练的将一张一张纸拢立架起。抹着黑色油墨的印字，就出现伫纸顶。刮掉以后再上。对啊，对。也毋过老师傅对油墨的色水无啥满意，佮提出口刀抹一圆，体现画版印刷的幼稚甲心重。要安怎准则调整，所以男师傅讲真歹用讲的，因为这已经是做50多年来花日常的功夫。画版印刷有注字、刻字、排版甲印刷顶。每一步拢是学问，所以男师傅当年为刻字的师仔做起，也学排版，到后来家己开一间印刷厂。也毋过伊谦虚的讲，一切拢是做久变熟练。我15岁毕业以后来台北当学徒，当了现在已经也很久很久了，大概2、3天带完字啊，那个老板就来给你考试，什么字在什么地方。民国60年代，主要几大报社拢组织伫艋舺地区，也安尼，互艋舺成为印刷业上新的所在。也毋过随着年岁大，甲外版印刷无时行，所师傅决定退休。原底想要将这个机器回收，互当咧研究外版印刷的设计师高炳雄知影了后，就送到时报出版社的册店留存。对老师傅来讲，虽然是古董。是传统没落的东西，可是对新的年轻人来讲，对他讲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新跟旧这个界定，要怎么去看待它，其实就可以发现很有趣的地方。高炳雄表示，希望当兵将听所师傅讲过，甲近距离接触到印刷机，进一步对于产生兴趣的，会当提升这项机器伫台湾传销的可能性。
发现原来以前书很珍贵，就是看到原来是因为有这样的过程。那个年代的温度如何在未来可以继续发光，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外版印刷虽然工序复杂，也毋过却会当保留每一个字的蓬莱手感，又不来崩溃，加真歹取代的印刷温度。记者综合报道。中基大学主讲系学生团队即马开发一个智慧自助餐的点餐系统，真高真厉害，会晓自动算数，阁会晓分析每一出菜的营养甲热量，应用伫长照中心，会当替时段做好健康管理。插入去身份的识别卡，点菜了后，放伫摄影机下面扫一个，那用个自动计算计算，分析每一项菜营养成分甲热量，同时会自动存入记录。若是有血压悬、血糖悬，也阁有血脂悬的人，点到油脂的物件，系统也会跳出来甲你提醒通知。这些记录也都会记录下来，等到他隔年的时候的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可以透过一个记录去看到说，过去这一年里面。这位长者可能还是吃了很多这个他不应该吃的食物。这套智慧自助餐系统是由中基大学主讲系学生王有培、李有桥、周庭武、林丽文甲指导老师共同来研发，参加中华电信无联邦大平台创意应用大赛，互因得到全国校园组的冠军，摕到20万块的奖金。为了要拿到这些 data 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一直去拍摄每一个自助餐，所以我们为了要拿到更好的辨识率，所以就必须要一直去重复吃很多次同样的自助餐这样。中基大学讲，智慧型自助餐系统唔仅用伫便宜，也是长期照护机构，对着每一人所点的菜提供营养的资讯，帮助医生确认病人为着健康是毋是有较强脆的，也用伫一般的餐厅来运用，协助管理物料，甲分析人客爱食什么菜，进入商业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新店公园边啊，有几多间日本式的建筑物，是日本时代专门咧招待高官的所在，嘛捌改做空军的眷村，后来拍远去，险险啊互拆掉。伫文化界甲民众走总拍拼保留之下，即马恢复英国日本式的建筑景观，已经改做餐厅，互老厝搁再活化再利用。有90多栋历史的日本时代老厝，藏伫树林堡内，加添神秘感。过去则是专门招待日本高级官员场所，即马转型成做新竹热门的景点。无论是大还是少年人，拢真爱来这散步，还是坐落来啉一杯茶，欣赏窗外的景致。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国，那湖畔料亭这边是日式建筑，感觉就好像到了日本一样。其实这搭原本差小可，就互人拆除，好加在拆除进前，文化界甲民众发起保护运动。希望保留有特色的老厝甲景观，佮经过几啊档的修整，总算互老厝中个活过来。把老房子、旧房子闲置空间加以改建之后，加以处理之后呢，引入新的产业，好比我们今天看到这里很多进驻的这些跟文化相关的产业，就可以让我们的居民再次的感受到这一个有形文资价值的魅力以及整个城市的活力。即马每一间老厝拢有家己的特色。由民间业者经营，除了互老建筑重新有新的生命，嘛带动附近观光人潮。在这边工作的确心情非常的好，那再加上我们经营的项目都是跟我们生活里面像是咖啡啦、茶啦、吃饭啦，或是伴手礼这样的一个息息相关的内容，所以大家来这里工作都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湖畔料亭有4栋，那其实是很漂亮。它在1931年的时候，日治时期就盖好的料亭，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它恢复到原来料理亭的这个功能。这几栋老厝中心，成做文化界热门话题。除了会使互老建筑物顺利保留落来，要安怎扣我古早厝甲人的距离，而且会使永续经营，嘛是料理判定规划时有咧思考的重点。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頷骨仔筋硬正硬正，頷骨仔酸痛是现代人的症头。钢筋院即马有研发出一领衫，穿伫粉丝，透过价州泡的刺激，会使产生袂输是热灵的效果，就当减轻酸痛，佫会使用手机来观察家己身体的变化。上班时间坐伤久，頷仔骨感觉酸痛，这时阵藏伫衫内底即个晶片，连起手机的 APP 分析身体状况，进行加州泡刺激，缓和酸痛。有时候坐办公室久啦，或者是运动之后，会有一点肌肉酸痛。那穿这件起来就会感觉比较好一点。
这领衫佫会使测量喘气、心跳，佫再透过虚拟实境系统，骑铁马的时阵，会使第一幕看到消磨偌济力量。还看到一些心率的资讯，他也告诉我热量消耗是多少，我觉得还蛮酷的。它只要结合衣服的穿着就可以穿在身上，不需要粘贴任何电极。第二个，它多点多功，可以直接针对不同的身体的一个电刺激的位置去调控，也可以给不同强度、不同模式去应用。时代愈来愈进步，真侪科技运用在生活当中。警方团队希望这套系统唔但用在运动生理检测，还使进一步帮助居家健康照护。记者对君和新潮报道。世界真心息，咱来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受疫情影响，有一个捌去画着路边摊的贩仔，伊决定装作卓别林的模样，伫街头娱乐大家，带来快乐。想袂到伊的影片铺起伫网络了后2个月，嘛成超过要80万的买众。下着宽大的骹步落楼梯，无说的跋甲倒向行，边仔囡仔看甲笑嗨嗨。伊是巴基斯坦版的卓别林。本名叫做坎恩，来自白社会一个散车的家庭。本来伫咧路边摆摊卖囡仔铁路面啊，不过因为疫情生意受影响，伊也破病。被拄则好的时阵，伫咧出来看卓别林无声音的戏，就想着扮作卓别林，带予大家欢乐。चार्ली से मैं इसलिए मुतासिर हूँ कि उसका बॉडी लैंग्वेज वो साइलेंट कॉमेडी से लोगों को मुस्कुराना ये बहुत बड़ी बात होती है। साइलेंट कॉमेडी से लोगों का दिल जीतना ये काफ़ी बहुत बड़ी बात होती है। तो मैंने कहा क्यों ना मैं भी चार्ली चैपलिन बनूँ पाकिस्तान के लिए, ताकि ये कोरोना वबा का ये जो है ये भी एक साइड पर हो जाए, लोग खुशी की तरफ आ जाए, कॉमेडीज़ की तरफ आ जाए। 坎恩巴基斯坦版的卓别林自造型、动作加表演形式，拢模仿甲真成，也真受欢迎。像伫咧人店来闹。 或者是人伫咧拍球，个人乱，拢互人笑甲心情更较好。भी लोगों को हंसा रहा है। तकरीबन साल हो गया है कि कोविड से हम नहीं निकल रहे, सारे परेशान हैं, सारे लोग परेशान हैं और वो बहुत मेहनत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यार इंटरनेशनली अपनी जगह पहुंचाए और जो इतना बड़ा नाम है चार्ली चैपलिन को। 要下坎恩甲伊的表演铺上网络，2个月内就80万人看。 मुझे YouTube पे मैंने वीडियो देखी, मैंने उसको देखा तो मुझे बहुत हंसी आई। 坎恩讲，伊甲这种表演当作伫咧做善事，无收半仙钱，希望有一天会当参加电视或者是电影演出。以后若赚大钱，上大心愿就是回馈乡里，帮助善车人。公司新闻曾回民报道。那伫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是有一群人专工经寒天去结冰的河内底去藏水味去挖宝。 到底是什么款的宝遮尔珍贵？恁自己嘛甘愿去藏伫水底？咱做回来看。伫咧落雪、零下20到25度的环境之下，全副武装的潜水人员收入去真硬的水内底，伊毋是咧挑战人体的极限，是有更较重要的任务。要伫咧3公尺深的河内底，找到有考古价值动物的骨头。过无偌久，藏水人员就找到物件。 Нет большего удовольствия, ч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таки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увидеть то, что до тебя не видел ни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Артефакты возрастом в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миллионы лет. Это редко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и азарт. 这是西北地亚西南部库尔干托博尔河，当地捌伫8万年前形成冰河湖，所以称在当发现古早时代鱼仔的喙齿或者是因的骨头，还佫有其他已经绝种的饲灵动物的骨头。 年代会当追溯到6600万年到117000年前。Из редких, наверное, находок здесь как раз попалась косточка пещерного льва. Пещерного льва. Большая редкость и тогда, и тем более сейчас. 前2004年，头一届伫咧即个河内底发现古早时代骨头了后，亲像即款伫咧极端真寒的天气，寻宝的行动，逐年拢会举办。毋过，敢就一定爱伫咧寒天来举办。 Объяснение одно, что здесь зимой видимость воды или прозрачность воды гораздо лучше, нежели летом либо осенью. 目前潜水寻宝的任务成果袂歹，已经找到几啊种古早时代沙鱼、牛、马、甲狮仔等等的动物的模样，还佫发现早期人类使用过的工具。若今年新的发现，照惯例经过专家的研究了后，会送去当地博物馆保存。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环境还关心，咱来关心，咱台湾有共享有多摆共享脚踏车，若伫北欧的芬兰，伫南部一个叫做赫拉蒂的所在，最近是推出全世界头一个共享的储税帮，伫这些道路，互当地民众来去更较利便，而且真环保。共享脚踏车，大家可能拢知，因本啊共享的储税帮咧，甲摇摆个共款，有需要时阵就去用。推出这项全球首创服务的是芬兰南部的拉赫蒂，因最近开始实施城市储税计划，伫市中心甲储税场设3个出租点，也伫市区扩建储税道，互民众伫咧路若结冰，也是洗伤深的时阵，会当方便出门。We are really proud to be the European Green Capital this year. And we want to celebrate it in a very lucky way. Winter sports and skiing are a big part of who we are, and we want to save our winters. 拉赫蒂互人叫做冬季运动之城，当地有180公里长的外野储税赛道，已经办过7遍北欧世界储税锦标赛。因过市府推出城市储税计划，除了当地储税风气正兴，也是因为储税比开车更加环保。拉赫蒂人口只敢若12万，伫咧过去30年全力伫咧降低碳排放。自1990年到即马，拉赫蒂已经甲碳排放减少7成。过去也推出低碳生活 App， 用免费公车票、运动票券的方式，鼓励民众较莫开车，加行路骑脚踏车。即马讲推出共享储税帮，要全力拼2025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下半晡大冷的空气就到位，北部雨就较少，也毋过愈晚会愈寒。北台湾春无到10度，提醒乡亲爱洗衣。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